我要替我爹报仇。你敢背叛本王！本王梦寐多年，终于到手了。魔君舍利鬼域奇书，天下至宝。你们要帮本王改天换地，让这大好河山都归我安世耿一人之手啊！瑶花，瑶花，瑶花，我恨我自己，没有彻底的杀掉安世耿。我爹的大仇还是没有报。你的心又痛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？你还是从前那个瑶花，不要再想这些了。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。我心里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我爹的大仇，这是最让我难过的。冷大哥答应你，我一定会为你报此仇。在这天地之间，我和安世耿只可以有一人存活。我在申侯府做尽了坏事。好了，不要再想这些了。我只怕我会先走一步，我只怕。不会的，瑶花。还记得冷大哥送你的狼牙吗？他会保佑你，有冷大哥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今天天气真好，和我们认识的那天一样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正式的成为申侯府的捕快了。从今以后，要以惩奸除恶、辅佐朝廷为己任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们可以下去准备了。是。冷大哥，我叫姬瑶花，是诸葛大人派我跟你一起办案的。师叔怎么会派个女捕头跟我一起办案？女捕头怎么了？女捕头有女捕头的好处。你想啊，你衣服要是破了，我能帮你缝；你要是饿了，我还可以帮你做饭。你刚刚没听师叔说吗？作为一名捕头，最重要的就是惩奸除恶，以辅佐朝廷为己任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记住了。
你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姬瑶花，合作愉快。姬瑶花这个名字，从那天开始就记在我心里。冷血这2个字，是申侯府最厉害的人物。我在还没有当捕快的时候，早就仰慕你了。是啊，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办案，多开心！我好想回到那个时候。我想回申侯府看看诸葛大人、蝴蝶、海棠、一草一木，我都没有忘记。放心好了，冷大哥一定会带你回去，回我们的申侯府，回你的仙鹤寺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每逢15，你的狼毒就会发作。发作的时候，你比狼还要凶残，好多人受过伤，还有人差点丢了性命。后来，你的狼毒痊愈，从凶残无比的狼性走回了人性，而我吃了虚我心性，变得无情无义，无爱无语，丧失了人性。我就像一只野兽，回头想想，你身中狼毒是迫不得已，而我却选择从人性变成野兽。我真是自讨苦吃。你放心好，你看看，林默不是把冷大哥的狼毒治好了吗？他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没有虚我心性，我的经脉早晚会断，任谁也救不了我。冷大哥，我突然觉得口好渴，你帮我找点水来，好吗？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去吧。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我爱你，爱让我放下，忘了你，爱让我放下。怎么过了这么久，你的手还是凉的？圣姑被冰封了16年，体内寒毒不是朝夕可以去除的。以后我天天给你取暖。傻孩子，娘只要看到你，心里就是暖的。只要圣姑回到圣月神教，用西域沙漠的热沙，就可以去除掉体内的寒毒。鄂奇呢？你还是像以前一样，那么尽职尽责，找了我这么多年，苦了你。寻找圣姑是我的责任，
今天能够找到你，是上天的眷顾。这么些苦，没有白吃。这10多年来，额齐娜带领我们从西域到中原，寻遍每个角落，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是啊，我们不但找到圣姑，还找到了圣女。我们圣元神教真是双喜临门。是啊，老天爷安排我们母女在这里见面，只是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面。娘是担心安世耿会害我们。安世耿屠杀狼族，才害我们读心术世家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洞内的2大奇宝。他如果要是练成了绝世神功，一定会涂炭生灵。那我们保护圣姑和圣女，离开此地。娘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是啊，我们现在不能走，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安世耿，不能让他祸害人间。里面这么安静，难道他中了那一刀，死在里面了？他不会这么轻易就死的，只怕他吸了魔君舍利精华，练成鬼域奇书神功，武功会精进100倍。安世耿的武功就是靠取人的血，还有内力来增强自己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一旦让他练成此功，我们要对付他，就更加不容易。小花，小花，小花。往事成灰，追悔莫及。无言再见，万物寻找，切记。冷大哥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姬姑娘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。他真是太傻了。姬耀华虽然作恶，但毕竟在危急关头出手伤了安世耿，帮了我们。对，否则我们早就死在神殿之内了。看来他一心寻死，万念俱灰了。想必是吃了虚伪心弦，不能动情所致。与其无情无爱，行尸走肉，倒不如……这只能怪他自己，当初走错一步。不能怪他，是安世耿害他的。冷血，安世耿这么久没有出来，我担心他在里面神功练成，破洞而出。如果安世耿破洞而出，我们4个定会用尽平生所学，与他决一死战。对，将他埋入此地。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魔君舍利是无上神功，他能够起死回生，刀枪不入。要不然，安世耿也不会找他16年。如果安世耿练成神功，威力无穷，那我们所有人合起力来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依我看，不如趁现在安全，赶紧离开。安世耿如果破洞而出的话，受伤害的不只是我们，还有全天下的百姓。我们应该趁这个时候，想办法除掉安世耿，而不是赶紧离开。娘说的对，我会跟你一起共进退的。
李默，你跟额齐娜和新月赶紧先走。安世耿就交给我们，你们走吧。李默，我希望你可以离开这里。圣女，你要为圣月神教着想。你们怎么全都这样呢？我不管，我绝对会留在这里跟你们共进退的。安世耿一定是吸取了魔君舍利，不然不会这么大动静的。他如果神功练成破壁而出的话，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我们一定要阻止他练成神功，打开这石窟之门。冷血、映雪，我要借用你们俩的血，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打开这扇门？我们进去，走。四个臭小子，来得好！神殿恶斗，里面打得相当激烈。娘，我要去找冷大哥。哎，圣女，圣女，里面危险，你别拦我。圣女，冷公子说了，为了安全，不能进入神殿。安世耿阴险狡诈，现在又功力大增，我怕四大名捕他们。你又不会武功，进去只能送死。圣女，你刚刚和圣姑团聚，没必要趟这趟浑水。我不管，你们让我进去，别拦我，圣女，让我进去。圣女，母女连心，我感受到她的内心早已进入了神殿，没有人能阻止她。可是圣女不会武功，进去只能送死，也帮不了四大名捕。
映雪，如果你要进去，就一定要有克制安世耿的法宝。法宝？是什么法宝？娘，你快告诉我！圣女连武功都不会，还有什么法宝可言？读心术的最高境界，是可以进入人的内心深处，从而找出他的最强和最弱。娘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可以进入到安世耿的内心，找到他的弱点，我就可以将他击败。不错，读心术的最高心法可以幻化人形，进入到人的内心深处，比如幻化成他的父母、他的爱人。映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弱点，从而击败他。我明白了。圣姑，你打算把心法交给圣女？不行，圣姑伤得这么重，不能再运功。如果大家都死在了这里，结局岂不是一样？映雪，坐下。嗯。忘物养心，忘情养性，忘境养神，忘我养虚，无所不忘，无所不养。形愈静，心愈静，灵愈静，气愈静，故中宜求静。灵神其能静，静能转形，静能养心，静能元气，静能化灵。四个臭小子，你们以为可以胜得过本王吗？本王已经练成绝世神功，黑龙在天！臭丫头，想用读心术，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。那你就试试看吧。你的读心术还不够火候，那就试试我的鬼域神掌。王爷，我是蝶舞。你作恶多端，蝶舞才会离开你。你挑拨离间，看本王怎么收拾你！王爷要一掌打死蝶舞。蝶舞，
我怎么舍得打死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是四大名捕的对手。王爷做了太多坏事，蝶舞请王爷收手吧。看到，连蝶舞都叫你收手，是你害死蝶舞的。王爷所犯的罪孽，都是因为蝶舞。你没有害我，但我却因你而死。你所做的一切，贻害人间。王爷为了报仇，加深了蝶舞的罪孽。是你亲手把蝶舞推向罪孽的深渊。王爷，我恨你，我一生一世都恨你。听见了没有？就连你最爱的蝶舞都恨你，都对你不屑一顾。是你害我，都是你害我，是你，都是你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是你害我，别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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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默，圣姑，圣姑。现在能阻止他的方法，就是要打那2条龙。没想到安世耿一生作恶这么多，也只是为了一个心爱的女人蝶舞。拜见师叔，拜见师叔。很高兴你们都能够平安回来。这场血战大家都辛苦了。师叔，反贼安世耿已经被我们除掉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们能够铲除安世耿，真是造福天下，对百姓是件大好事。安世耿虽然拿到了魔君舍利和鬼域奇书，可是没有练成神功，
就死在神殿里面。邪不胜正，安世耿苦心经营16年，还是机关算尽，难逃一死。他死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安世耿一生痴情，最后还是被他自己的仇恨所吞噬。所幸我们终止了他的复仇计划，否则一旦成功，天下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哎，黎墨呢？师伯，我在这儿呢。黎墨，你们回来了。我带圣月神教2位圣女，还有我娘，来问候您。师妹，卞师妹真的是你啊！是我，师兄。与师兄京城一别，以为很快就能相见，没想到一别就是10多年。是啊，真是10多年不见了。卞师妹，你一点都没变呢。娘被安世耿在那里冰封了16年，当然没有变了。这次到了幻羽石窟，除掉了安世耿，最开心的就是把我娘救出来了。卞师妹，往后的日子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这次带映雪，还有圣月教的2位圣女来谢过师兄之后，就准备返回西域圣月教，履行圣女之职。师妹啊，你不会怪我让黎墨学读心术吧？怎么会呢？要不是映雪会读心术，安世耿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除掉。这一切都是天意啊，冥冥之中早已有定数。是啊，江湖险恶。这次我准备让映雪跟我一起回西域。我们分开了16年，我想补回剩下的日子，同时呢，让映雪也把读心术发扬光大。哦，好。楚离墨去了西域，那冷哥哥怎么办？是啊，冷血已经有婚约了，皇命难违。申侯府铲除了安世耿，父皇知道了很高兴，所以已经解除我和冷哥哥的婚约。冷哥哥不再是我的驸马了。太好了，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。那要看你的表现。什么表现？靠拢一点。嫁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要娶你为妻。前辈，我知道我父王曾经辜负了你，但是我不希望这种遗憾终身的事情发生在我和黎墨身上。我会用我的一生去保护她，守护她，去好好爱她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们经历过生死。我希望是去是留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映雪，你自己来选择吧。娘，女儿不孝，我不想去西域。娘亲很高兴，你为自己的爱情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你比你父王对待爱情更有担当。映雪，我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伯母。额齐娜，
好了，鼻涕虫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你要留下来，那就是要嫁给我了。你哪一只耳朵听到我要嫁给你啊？你没有吗？哎，伯伯，哎，嫁不嫁？回家娶媳妇儿喽！无情又是一个人。如烟走了，暮雪也走了，他现在一个人，特别孤单。你看得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吗？他们1年才能见一次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。1年才见一次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们1年才见一次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当然每天都想着你。真的吗？那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那，这不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吗？还是第一份礼物？干嘛还给我？我不是要还给你，这是一个一模一样的玉，你看。这2块玉佩，真的看起来一模一样。我可是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模一样的。他们看起来，天生就是一对。所以我们就是成双成对啊。给。追命，别人都说爱一个人会给他摘天上的星星，你会给我摘天上的星星吗？你要什么星星，我都摘下来给你。我不要，我逗你玩的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是想要你陪着我。你吃点水果吧，吃这个怎么样？这个颜色不好看。那荔枝吧，口感不好。这个吧，这个下火。我最近又没有上火。提子吧。提子太酸了。你到底想吃什么呀？其实什么都可以吃。甜吧？好甜。我爱你。快醒醒！快来看，今天的星星好漂亮啊！如果遇到流星就可以许愿，你会许什么？傻瓜，愿望不能说出来的，如果说出来就不准了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你许什么愿望？我许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你坏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跟我许相同的愿望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什么都要命令我，连这你都命令我啊？如果我们许不同的愿望，我们就可以许2个愿望。说的也是哈。那要许什么呀？你就许一个愿望，我们要生一群小孩子，在沈侯府里面跑来跑去，到时候闹得世叔烦。谁答应要帮你生孩子了？你不答应吗？那要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
孩子呢肯定是姓冷，那名字呢就必须由我来取，这得听我的啊。他爹叫冷血，我叫楚离墨，所以就叫冷漠。啊，冷漠，听起来好疏离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名随他爹，一听就知道是个冷漠无情的家伙。有流星，快学！